德国外交部长车泽秘密访问乌克兰，合印的外交部长见面，答应因会提供更较侪军事援助，而且帮助乌克兰加入欧盟。不过政府打算要甲退休年龄下到64岁，却引起左派右派全力反对，甚至工会要发起大罢工抵制政府。欧洲演员杨紫琼关键为《伊妈的多重宇宙》摕到金球奖喜剧类女演员奖甲最佳男配角。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11新闻世界通，我是嘉豪。咱一开始先来看到这德国的外交部长呢，贝尔伯克车泽秘密访问乌克兰，而且去到乌东地区的哈尔科夫，和乌克兰外交部长见面，答应因会提供更较侪军事援助，而且帮助乌克兰来加入欧盟。另外，伫各国继续军事援助乌克兰了后呢，美国也进一步表示，会予90至100名的乌克兰官兵到美国接受爱国者系统的操作训练。伫碰西摩啊，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甲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看到手机的画面，一直讲话。贝尔伯克车泽雄雄秘密到乌克兰的哈尔科夫，而且伫顶礼拜德国承诺，要予乌克兰调七色的战车了后，搁一摆承诺会提供更较侪军事援助。伊去哈尔科夫嘛，正做头一个访问乌克兰东部的外国高层官员。Spiegelt die ganze Furchtbarkeit dieses brutalen russischen Angriffskrieges wider. Aber eben auch den ganzen Mut, die Widerstandsfähigkeit und damit die Hoffnung für die Ukraine auf ein Leben in Frieden. 库列巴除了感谢德国的援助，嘛搁一摆强调，毋望得到德国支援主战型的大型战车，表示若是拖刷着决定，会有搁较侪人无命。对此，贝尔伯克无正面的回应，只有表示德国会提供2000万的欧元，差不多代表6亿6000多万的费用处理败雷。另外，会搁提供2000万的欧元，予乌克兰民众会当使用新联服务上网络，卖帮助乌克兰加入欧盟。在各国继续援助乌克兰之下，美国嘛进一步提供支援。要予差不多100名乌克兰士兵去美国接受爱国者防御系统的使用训练。That training for Ukrainian forces on the Patriot air defense system will begin as soon as next week at Fort Sill, Oklahoma. The training will prepare approximately 90 to 100 Ukrainian soldiers to operate, maintain, and sustain the defensive system over a training course expected to last several months. 来到表示，爱国者防御系统会当协助抵御弹道飞弹甲敌人的军机。乌克兰的空中防御能力伫加入这个系统了后，会当提升，会当予乌克兰民众更较有能力去应对俄罗斯的继续攻击。讲是新闻台是同朋友。国防部伫今日进行过年加强战备，由空军第2联队大声操演，这官兵赛着换上2000枪场。空军第2联队第2度天量操演表现是真优秀，团战甲个人项目拢有真出色表现。咱来讲到日军增加第564旅联兵营是演练反击工作战，也有上届新的无人机加入，多达增加战场当中情报收集能力。CH-47运输直升机在红军突袭登陆高雄，进行机港作战。陆军装甲第564旅联兵3营接到命令，出动飞弹车、甲雷达车做清扫。另外，这届操演还佫投入上新的国造摩格无人机，中科院研发的战术型近度无人机。摩格无人机伫战场做清扫是真好用，作战范围4公里有30公里以上，会当飞去战场上前线侦查，掌握敌军的动态甲主力的位置。这时，甲争主传转来，联兵营出动迫炮车、勇火战车、分百架车做火力压制，最后佫派6航超级目镜蛇直升机，甲敌军扫获倒，顺利摕到目标。国军执行春节加强战备，陆军装甲第564旅联兵营透过反机港作战做实战的演训。在防空机上部分，通常我们都设定一个连级大小的兵力实施这个空中的突击或是着陆。有特别针对是说对岸哪一些单位嘛？驻防在哪一些单位？我们没有特地针对某一个单位或是某一个国家。在 UAB 的训练，在受训期间大概是2周的时间。那在以及结训之后回到部队，再利用操课时间持续在操课期间做训练。台海情势紧张，国防部12发布有8架中国军机扰乱台湾，负责捍卫北部领空的部队是新竹空军基地第2联队，用幻象2000做监控，甲哪扎中国军机。与 F-16型机对抗的情况之下，是借由队员的良好作战的操作以及默契的配合，
我们是全数将4架模拟的红军全部击杀。那我们的战损的部分的话，是被模拟击杀1架。沿用即马紧张的台海情势，中国军机最近直接下过海角中线，出现伫北部空袭的频率增加。针对这点，空军表示会依次振奋本部，迎接旧历新年，嘛会依次捍卫领空，让百姓会当安心过好年。记者综合报道。世界当中的大小事，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因的新闻重点。头起先咱来看日本的产经新闻，针对着中国宣布暂停去发签证给日本人。日本的外务大臣林芳正表示非常遗憾，而且透过外交管道要求中国撤回这项措施。接下来要来看的是韩国朝鲜日报，根据着朝鲜日报所做的民意调查，南韩20岁到39岁受访者当中，有68%的人认为，若准北韩唔放弃核武，南韩也应该爱有家己的核能武器。再来看英国《Times》报道，这英国去年超过死亡人数就到5万人，是对1951年以来，也就是这71年来，这上界悬的数字。其中一个上界主要原因就是公共医疗体系效率上过歹啊。我再来看的是美国《纽约时报》，因讲到美国加州这2天受到大风大雨的吞打，大水冲入去街仔路，致使规个车路拢变做是溪流，山区也发生水崩山。目前上无有17个人死亡，500名60几居民是赶紧撤离，也阁有18万户失电，灾情是真严重。上尾啊，咱来看《华盛顿邮报》，美国海军陆战队打算和日本合作，伫咧Okinawa成立着滨海作战团，提升作战能力，达到迄件中国解放军的效果。美国前总统 Trump 落任了后呢，有甲大量的机密文件早登去伊私人住体，落尾去互敲掉。现任总统拜登即摆也表出讲，伊副总统落任了后，要甲这秘密文件早去私人办公室。这 CNN 报道表示讲，互找到的机密文件有10份，内容牵涉到乌克兰、伊朗也有英国。拜登伫拜日时阵有回应，讲进前唔知影办公室有一寡文件，也无清楚这物件内容，已经向互国家档案馆咯。串伫网络顶台也口说讲，这联邦调查局也应该爱去家调查才是。美国政坛阁传出私藏文件的风波，总统拜登初到表出讲，伫个宾夕法尼亚州的私人智库办公室，找到真侪份伊做副总统期间的文件，其中有10份是机密文件，内容和乌克兰、伊朗和英国有关系，拢伫2013到2016年。But I don't know what's in the documents. My lawyers have not suggested I ask what documents they were. I've turned over the boxes. They've turned over the boxes to the archives. 拜登初10是否认伊进前就知影，强调已经主动行动去。但是这个文件去年11月初2就互拜登的私人律师发现，迄当阵是美国其中选举进前，但是消息一直到这礼拜伊才公开。美国官员卸任了后，若无经过许可，袂当家己甲政府的文件摕走。前总统川普伫去年8月，就因为家机密文件放伫私人的徛家，海鸥庄园，互联邦调查局 FBI 大动作来调查。但是川普讲这是司法部的政治迫害。共和党人嘛拢真反弹，今嘛拜登嘛传出文件争议是真危叫。If there is no proof that the president knowingly violated the law, that President Biden knowingly violated the law, there will be no criminal prosecution. 美国司法部即马已经派检察官来调查，后壁嘛决定敢会开始全面的刑事调查。外国媒体分析，2个人状况无同。首先，伫拜登办公室发现的这文件数量无济，而且是团队主动通知搁行动去。但是，川普摕走的文件是有几千份，其中红的足机密的有几百份。国家档案馆是真侪摆拢要求伊先转来，但是川普拢无积极来回应。对拜登的文件争议，川普搁发文甲口说，爱 FBI 嘛去查。拜登的徛家，总议共和党的人是质疑讲，司法部和 FBI 是相同标准，拍算对拜登的文件问题另外审查。公司新闻7万零编译。咱来关心到这罗港议题，法国总统马克宏呢，对伊头一任任期开始，就想要来推动这年金改革的制度，在迄当时造成全国性的罢工抗议。不过，伊是无要来拍算退让，认为讲即摆的人是愈活愈久，就应该做事做愈久。即阵呢，这法国政府公布决定，对今年9月1开始，单年要延长3个月，按算一直到2030年的时阵，会当甲法定的退休年龄对62岁延长到64
64岁。法国总理博恩表示讲，这法国政府无可能无把这个法国的财政红字当作是无看到，若准备来做出改革，那可能会造成爱加扣税状况，甚至会可能影响到规个国家的退休制度。不过，这左派的这个政党呢，也佮极右派国民阵线早就已经宣布要尽全力来阻挡政府。法国的8大工会也已经准备在1月19要发起大规模反退休改革示威游行。就算有真侪反对的声音，法国政府初10也是宣布未来劳工退休的年岁会为62岁延到64岁，为2027年开始，劳工爱做工课满43年才会当领到专业的退休金。Car derrière les principes généraux, il y a la situation de millions de travailleurs. Un système juste, c'est permettre à ceux qui ont commencé à travailler tôt de partir plus tôt. 法国政府原本按算退休的年岁延到65岁，不过受到工会强烈的反弹，因若妥协了后的64岁，工会真明显嘛不爱接受。Suite à l'annonce de la réforme gouvernementale, toutes les organisations syndicales se sont immédiatement réunies pour construire une réponse commune de mobilisation interprofessionnelle. Celle-ci prendra la forme d'une première journée de grève et de manifestation le 19 janvier 2023. 法国政府发年金的改革已经花足侪年啊，当地退休金的支出已经达到经济产出的14%，根本就赚袂富用。因若甲其他欧洲的国家来比，都要满67岁或者是68岁才当退休。法国目前62岁已经算低啊。马克宏2017年上台时阵，就将年金改革看作是重点政策。不过后来因为疫情的关系，暂时冻点。而且伊强调讲，改革是一定爱做。不过法国拄好拄着通货膨胀，物价大起，生活已经真歹过。这个时阵搁要延后退休，是真要得到民众支持。Ça fait des années qu'on en parle et ça fait des années qu'on fait des réformes et je pense que c'est pas la dernière. En tout cas, je pense que ce qui est important, c'est que le caractère de pénibilité et puis les carrières longues soient pris en compte en fait. On ne peut pas prendre en compte tous les métiers de la même façon en tout cas. 最新的民调显示，4%法国公民反对64岁退休。改革法案也搁爱送国会来讨论，因为马克宏的政党目前伫国会无绝对多数。都要靠右派共和党的支持，才有可能会过关。左翼甲极右派的政党嘛已经表态反对。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各位观众朋友来看一个较轻松的第80届金球奖已经公开奖项咯。这亚洲的演员呢表现了真好，伫咧马的多重宇宙内面呢搬一对高水的翁仔某，去到美国开洗衫店的杨紫琼和关继威，一个是去得到音乐加喜剧类的女演员奖，另外一个是摕到最佳男配角。杨紫琼踏入这演艺界已经40年咯，伊伫咧领奖的时阵呢，也讲这段时间以来心境甲感受，关继威呢是特别感谢伊的贵人史蒂芬·史皮博导演。杨紫琼和关继威是头一届入围着得奖，而且这是金球奖头一届同一年有2位亚洲演员做伙得奖的纪录。另外，史蒂芬·史皮博伊所执导的半自传式电影《法贝尔曼》，那摕到最佳导演奖，也摕到最佳影片这个奖项。Michelle Yeoh, Everything Everywhere All at Once。来到60岁杨紫琼，演艺事业是愈来愈好，也愈来愈旺。伫摕到好莱坞指标性的国家评论协会最佳女演员奖了后，煞来提走金球奖。妈妈的多赞宇宙，可以入围真侪国际演艺奖项，连续摕下大奖，也为后续的奥斯卡这当两级大奖有先来铺路。This is also for all the shoulders that I've stand on, all who came before me, who looks like me, and all who are going on this journey with me forward. So thank you for believing in us. Thank you. 到底演出的关继威也摕下最佳男配角奖。I was raised to never forget where I came from, and to always remember who gave me my first opportunity. I am so happy to see Steven Spielberg here tonight. Steven, thank you. 大卡史皮博也回应当年演出《魔宫传奇》的关系为的感谢。史皮博伫这届金球奖上款真有收获，回顾伊的青春成长期甲电影事业启蒙的过程的《法贝尔曼》，带观众见证大规模传奇的诗篇，可以摕下喜剧类最佳影片甲最佳导演奖。另外，本届入围8项的印尼摄影的女妖，除了赢到音乐喜剧类最佳影片甲最佳剧本。主演的克林法洛也得到音乐类最佳男演员奖，喜剧类男演员奖是颁予猫王艾维斯的奥斯汀巴特勒。
而无参加即摆典礼，澳洲女明星凯特·布兰奇伊塔尔摕下戏剧类女演员奖。最佳外语片颁予阿根廷影片《阿根廷1985》。伫最低前深的金像奖导演吉勒摩·戴托罗以小查翁仔《皮诺丘》摕到最佳动画片。这2年金球奖因为赔付的色地整作甲性骚扰争议不断。去年 NBC 拒绝宣布颁奖典礼，而《捍卫战士》独行侠入围最佳影片的汤姆·克鲁斯也因此退回3座奖座。本届典礼是疫情了后头一摆实体活动，包含今年摕下女配角奖的欧巴续集安琪拉·贝瑟真侪明星，也拢用实际行动来支持具有80年历史的金球奖典礼。公视新闻张淑芬编译。讲到罗西亚拍乌克兰战争已经要1年了，无水无电，含一直有空袭警报，互乌克兰民众生活是乱糟糟。其中有一位9岁查某囡仔呢，伊是希望争取奥运的体操选手，就算战争影响到环境，伊也是无放弃，一直咧拍拼，希望拼到奥运的金牌。车本到弹球射练接球一摆完成，这个敢若9岁乌克兰查某囡仔以外，在老师的指导之下拍拼练动作。Я занимаюсь 4 года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гимнастикой. Я хочу стать олимпийской чемпионкой. 想要争做奥运的冠军已经唔是简单的代志，即马佮拄着俄乌战争，以外常常上课上到一半，就忽然间空袭警报，伊只好秘伫地下室避难，等结束了后才回来练习，但是问题来啊。Просто когда мы занимаемся, мы размяты. Когда мы спускаемся в подвал и поднимаемся, то мы уже не размяты, и нам сложнее потом размяться, потому что потом будет меньше времени, чтобы отработать свои упражнения перед соревнованиями. 伊话嘛承认讲，伊即马含较早的状态是有差的，但到算环境遮尔歹，伊嘛无想要停落来，决心要对奥运冠军这个梦想一直行。在坚强的外表之下，战争其实伫伊的心内已经流一顺空喙。Этот первый день войны был самым ужасным днем вообще во всех моих дней, которые я прожила, потому что это мы проснулись, началась паника, тревога. 这回唔那是冲击以外的奥运梦，在俄罗斯对准乌克兰的能源设施一直拍，停电已经是定有的代志。到伫基辅的以外，规家伙仔都喺学伫正火内面求生存。点蜡烛来食暗顿，看起来罗曼蒂克，其实因是真惊，以外爸母随时拢监控，看有飞弹来无。Если это происходит ночью, это гораздо все сложнее, потому что, во-первых, ты надеешься, что даже если ракеты летят, они летят не в тебя. Но если их много, и если уже есть прилеты, тогда мы начинаем будить детей, одевать и спускаться в подвал. 联合国警告，乌克兰即马会使讲所有的囡仔大约700万个，是爱面对无水、无电、无烧气的状况。即马战火无停，气温阁一直落，因的生存嘛拄着阁较大的风险。公司新闻陈文英编译。罗西亚拍乌克兰却引起欧洲的能源危机，也让欧洲的国家政策有改变。咱来看德国西部一个农村，准备要开发变作是炭坑矿场的用地。环保人士也批评政府讲安尼生做会害着子孙，现场示威民众是真多。警方呢，德国警方车闸也甲一寡民众赶走。另外，比利时也宣布为着要确保送电稳定，国内2座核电厂会搁再延后10年退休。对德国各地内的环保人士车闸伫德国的西部，被莱茵西法利亚邦的卢埃泽拉斯农村外口，手交手结作人形的链仔，对抗警方的强制驱离。现场的口号和叫卖声真大声，场面是真紧绷。Räumung oder was? Es ist so lächerlich, was Sie hier tun. Ist Ihnen das nicht peinlich? 为着要让卢埃泽拉斯农村防路平，变作露天的矿场，大批的环保人士今日车就开始要去农村来集合，企图将来阻止警方挖过来。嘛批评德国政府拖矿场顶起火力发电，毋但是违背巴黎气候协定，阁会甲痛苦留予子孙。伊嘛和警方发生冲突，德国警方车闸开始关人，甚至用分推车甲家己绑伫木条顶悬的抗议人士。Mehrere Ketten von Menschen hinter uns sind viele Leute da, die Lützerath verteidigen wollen und dafür sorgen wollen, dass die Kohle unter Lützerath auch im Boden bleibt.
德国能源巨头莱茵集团伫北莱茵西法利亚邦有甲子肥勒矿场的经营权。原本这个矿场是按算2030年度无要搁开采，但是俄乌战争引起能源危机，为着确保德国的电力供应，甲子肥勒矿场唔但爱延长营运，甚至搁爱拖。面积是包括甲卢埃泽拉斯农村，照当地政府的计划，11会开始来拆农村的厝，2月底会开始采矿。同款受到俄乌战争的能源危机影响，比利时政府初9和法国能源供应商是达成协议，原本定2025年度1月杜尔核电厂4号反应炉和蒂昂日3号反应炉会延长使用到西元的2035年。比利时电力公司进前警告，若无延长核反应炉的运作，比利时2026年到2027年的冬天会面对严重欠电的问题。公司新闻陈冠庆编译。2023年才拄开始无几天，美国西岸的加州就受到大水的吞打。目前呢，而且伫咧进前呢，美国伫咧耶诞节假期佫碰到报复式。根据着联合国引用救援组织的统计，全球自2022年甲气候变迁有牵连的严重天灾排伫前10名事件，平均损失拢超过美金30亿。其中9月吞打加勒比海的伊温飓风，就造成损失超过1000亿的美金。2022年12月底，受对美国东华的暴风雪，互真侪人的圣诞假期是过甲真艰苦。也若欧洲无正常的降温，地势严重的可换，毋若瑞士出世圣地无法度经营，农业的生产嘛怎冻点？佮加上世界伫发生的森林火灾，互相对较富裕的欧洲，伫气候变迁的情形之下，嘛是强要制裁袂调。Climate change is making these extremes more frequent and making heat waves more intense, and it's really striking what we're seeing across Europe at the moment. And it's showing us also the vulnerability that we have, even in relatively wealthy parts of the world. 也若伫咧大西洋另外一边的美国，国家海洋大气总署嘛伫咧年初的记者会发表真类似的看法。The frequency and severity of extreme climate events continue to increase. Since 1980, the number of days between billion-dollar disasters on average has dropped from just 82 to just 18. More Americans in more places are exposed to risks from climate and extreme weather, from hurricanes to wildfires to drought to coastal and urban flooding. 联合国人道事务办公室引用基督徒救援组织的统计报告指出，2022年损失上较严重的前10大极端气候灾害，平均每一件损失的金额拢超过30亿的美金，其中9月份的伊温飓风，就造成1000亿美金左右的损失。因若遮敢若是有保险的部分，若甲无保险的加入来，金额会悬真济。报告内底还佫讲，较富裕的国家灾害保险较普遍，因若产车的国家就减真济。可比去年热浪巴基斯坦的大水灾，估计损失的金额就超过300亿的美金，其中有保险的敢若56亿左右。根据联合国的统计，巴基斯坦灾后的重建就需要160亿的美金，目前已经募到差不多90亿。公司新闻，徐家仁编译。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嘉豪，咱再会。